嗰部細佬個咯，細佬嗰部攞翻返去先，俾我攞去我哋仆街嘅夜晚。我冇偷我嗰個。我知，同你哋睇電視啊嘛，不過細佬嗰個攞咗先。好，好乖啊你。有。食咗咩啊？食咗啥啫？食咗牛扒飯。喂，細佬你睇到啥？呢個係大罐嚟嘅，大罐女嘅芝士哇！我想聽咧，乖乖啊！我自己嘅晒你嘅口味。小店用用創意，其實我哋香港人好識食啲買啲菜，又冇變成油，佢哋嗰種滿足感。好啊，阿細佬部機嘅，攞喺屋企啊呢度。82台。我行啦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自己先吃嚟。邊隻藥先夠快，用幸福啦！連自己食口傷風咳嗽，要收鼻水，就用速效幸福傷風管理素，5分鐘先夠快，有特強幸福速效幸福，5分鐘精神晒。好唔好介意呢度？傷風感冒系列連續27年全港銷量。影唔影到㗎？影啦，婆你睇份機。反版，講極都靠平台期，原因可能係你代謝慢，有 return 面幫你睇住。喂！輕鬆突破平台期，醫學級配方8大天然成分，多入10日叫 AMPK 代謝酵素。你哋唔好咁論盡啦！上英臨床測試有效。飛走！有腰圍、降體脂、代謝安、瘦身平台期乾 return。介紹豬肉。唔識揀咪唔新鮮咯，要揀領新人顏色嘅靚豬肉，揾 HKTV 落街市食日餸，豬肉拖地揀靚餸一定掂。豬肉9.9半斤，西蘭花5蚊個，即買啦！你係年紀大咗，睇緊嘢慳力咗，睇細字咗，對眼乾咗。可以俾眼退化出賣你哋嘅年齡啦！年長眼退化嘅B12活性能量系列，混合最高濃度維他命 B12，活化眼球視狀肌，有助焦點調節力，對抗眼疲勞，滋潤雙眼，獲得活性能對眼液，慢受率。獨腸康敏，Take it easy。想一剔過改善敏感同健死，由腸道做起。Nefina SI 益生菌強免疫配方，30個水性精油液，確保比菲特氏菌結合智慧軟鐵蛋白，活化腸道。用家認同2星期暢便次數2倍提升，1個月改善敏感，凍腸康敏 ，Take it easy。Nefina SI 心派人單。高時信號汽油8出組，3組播出。標準時間晚上7:50。算啦，再我嚟警察新網，停咗先啦。我就見記者。